目前亮光怎么讲？哦，暗中诶。黑暗中的亮光。题目。黑暗中的光啊。哦。光的话，光无安尼讲。哦，暗中的光。那个是华语的。都暗中的光的话。好好。
喂，123。反正等一下我教代课完，因为今天会早点请假。那我是跟他讲说，然后我教完以后，他们就位了以后，他再谈续约。因为之前不知道谁私情，我忘了，就是私会还没续约就谈下去，会比较难。我应该是点了头的。
来，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哦。咱今仔日要串的诗歌，第一首伫个信息第42首。我的目睭要夜悬来暗山。啊，咱来看第20个歌词。第20个歌词内底，第2段顶头有主保守你，无拄民，无拄民。第20个歌词哦，就是上主保守你，无拄民。啊，伫个下骹，主在保守以色列百姓，伊无拄民，伊无拄民，迄拄民这两个字，咱常常唱毋对。嘿，咱来因第1节甲第2节。我的目睭要夜悬来暗山，希望我主，我的保证是对道路予我，道路相思。我一切帮赞对耶和华来，一时从走天地大主宰。来第2节，我主无美，互你的脚摇转。祝你平安，主保守你，无拄民地观看，照顾帮赞，主在保守以色列百姓。咱要串的第2条信息第313首，这首大家拢足熟的。信息313首，咱看第4节的歌词。第4节的歌词，伫个第三行，夫妻较近一世，夫妻较近一世，较近一世，哦，毋是一世哦，是一世，哦。咱来因第1节甲第4节。我主之好朋友，求主那点我心里，甲歹到真温柔，求主带我来亲近，正路当会行。来第4节，准我看你的脚呀，那无。家去行，我真爱弟弟对你，靠主就会伫这，求你因带祝福我，夫妻到真一心，后来伫天正拉我，只好朋友是你。
我着带什物就近上主来敬拜至悬的上帝，兼着用烧化祭，也是满岁的牛仔来就近伊。上主竟会欢喜千千只公的羊，也是万万条溪的油。我兼着为家己的罪过献我的大囝，为着我的罪恶献家己生的囝。人啊，上主已经有指示你，什物是上好。伊要求你的只有是实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因诗信诗42首。信诗42首，我的目睭要掠悬稳山，我的目睭要掠悬稳山，请起立。咱犹原徛伫公道新的界面，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听取你的上帝。这届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3000章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真了解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源头。我以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启应文第31篇。启应文第31篇。我来刻，请大家来用。迄个目受痛苦的地，无搁徛伫黑暗。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伊要互咱顾正，
伊的过境甲平安要加添无穷尽。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保护伊，对打到永远。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爸上帝，感谢你，互阮同心合意组织伫遮敬拜阿罗你，因为你是阮唯一的上帝，是阮的保护者，也是为阮担当一切的主。纵使阮常常袂记什么是真实的虔诚、真实的敬拜。求主恢复阮心中起初的渴慕、仰望的心，也赦免阮一切的罪，互阮无活伫罪恶中来献祭，互阮用圣洁的心来献阮活命的护塞甲虔诚的祭。阮要亲像大比王一样，求你互阮有清气的心、圣洁的灵。阮这世人的确无要离开你，求你也无放散阮。阮要常常感谢阿罗教导阮的主，伫主面前认罪悔改，互信心引带阮，行伫公平公义正直的路顶，做一个有灵敏、有喜乐、有主同在、主所欢喜的人。爸上帝，阮所有的一切拢是你所赏赐的，这毋是为着阮家己。阮相信是主要继续救着阮。诚做别人的祝福甲帮赞，要互搁较侪的人来明捌你，得着主你的疼甲救恩。愿你使阮赐福，只是阮全心全灵仰望主信心光照光阮，也阮全灵光归伫三位一体的上帝。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门。今仔日的今仔日诗班要学落的诗是孤单却袂寂寞。
今仔日的圣经是记载伫旧约圣经弥迦书第6章第8节。弥迦书第6章第8节。伫主簿后面嘛有今仔日的经文，翻着我来读。人啊，伊捌指示你什么是好，也互我爱你什么，多多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相角行。讲道，伊嘅牧师讲道的题目是黑暗中的光。咱同心来祈祷。我孤单却袂寂寞，主亮光将我带倒转。天边的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伫即个世间，阮有真多的苦难，直到阮陷入伫黑暗的中间。但是主耶稣你有应允阮讲，伫即个世间有苦难。但是伫我内底有平安，愿主的平安、主的智慧，今仔日甲咱所有兄弟姊妹同在，互咱离开黑暗，行往迄个光明。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当2020年新冠病毒开始发生的时阵，全世界陷入伫黑暗的中间。死亡影响咱的生活方式，完全拢来改变。忽然间，互咱感觉死亡离开咱袂往身远。2022年2月24号，已经是21世纪，既然还有一个国家遮野蛮的行为，就是俄罗斯攻击乌克兰。这就是一个真大的国家欺负，咱讲大欺小。全世界忽然间陷入黑暗惊吓的中间，为什么？好亲像战争随时会伫全世界来发生。咱每一个人何况毋是安尼呢？有什么人愿意行伫黑暗呢？大家拢希望看到光。前一阵台北有20几天咧落雨，落啊，大家拢强要挡袂牢，好像像伫黑暗共款。当有日头的时阵，真温暖，真有希望。牧师知影希望有日头的时阵，大家来教会的顶楼晒太阳，足温暖的。但往往互咱感觉生命中的迄个光停的时间真短。咱生命中黑暗夜暗的时间是较长今仔日的经文弥迦书6章第8节的背景是咧讲，先知弥迦受呼召的时代，迄阵的光嘛真紧就无去，黑暗真紧就来迄个时代。弥迦服侍3位国王，伊服侍的过程的中间，犹大这个国家非常的不安定、无稳定，周围的国家拢咧等待机会来攻击，就像乌克兰，俄罗斯等待机会你来攻击乌克兰共款。其中一个国王叫亚哈斯做王的时阵，为了阻挡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甲亚兰的攻击，去求亚述这个国家来帮忙。虽然结果犹大这个国家无互攻击，但是咱知影，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谓引狼入室犹大成为亚述的附属国犹大这个国家失去做主人，家己做主人的机会。你政治死去，代表你宗教底面嘛是要完全死去，甚至要承认因的生命你早期的战争是安尼，太赢代表太赢的生命较厉害，所以这些犹大
伊含了内忧外患的黑暗嘛。外患就拄则讲的，因的政治因家己无法度做主。内底呢，因的祭司甲先知贪婪，背叛先知甲祭司的使命啊！互犹太这个国家规拢拜偶像神明。当因离开上帝时阵，以色列百姓内心充满罪恶。既然因讨厌公平的代志，人当人离开上帝，人会去追求贪婪、欺骗，甚至是凶杀。直到因的国家不公不义的代志一定会发生。这是先知米迦的年代，不公不义的代志，互国家陷入伫黑暗的中间。所谓日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咱看历史不断地你改变同款，较早捌发生的历史，现在也会发生，绝对甲咱现在有关系。咱看现在全世界有真侪国家，因为领导者的贪婪的因素，这个国家乱糟糟。咱台湾呢？咱感觉咱台湾有够公平公义吗？台湾即摆贫富差距愈来愈大，新的一代少年人买一间厝买袂起。咱心内是毋是会亲像先知米迦咧忧伤啊咧问：为什么强的人总是口味较软正的，甚至要规碗捧去？这是人的罪性。人的罪性啊，有欺压的本事啊，欺压的本性，欺压的本性，伫咱人的心内。俄罗斯对乌克兰就是安尼。如果俄罗斯是较软正，伊敢欺负乌克兰，咱美国敢有人敢骂欺负？无人敢。你欺压的本性，对古早到现在，伫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所在，甚至细到一个家庭嘛同款。直到黑暗，总是压砍伫咱的性命的中间。弥迦书第6章第60到第7节，咱今仔日读的是第8节。第60到第7节，安尼讲：当咱人来雕记耶和华伫至高的上帝面前来跪拜伊时，咱就献什么？一回鱼啊！还是要献真多的千的公羊，还是万的油，还是我会使用我的罪，我来献我的大囝，为家己的罪恶献我所生的。犹太国是一个信仰的团体，因原本是埃及做奴才，上帝差遣摩西，带因离开埃及，互因有新的生命。成做上帝的选民，那好亲像是咱，好像是牧师20年前，毋捌认捌耶稣，上帝会听，因传我来到教会共款。但是咱看即摆犹太这个国家的信仰完全失落去，因无悔改的心，因阁像拄则牧师读的第6章第60到第7节，因真无耐心问上帝。需要我献什么祭物给你吗？我献偌济祭物给你，我的罪才会使得到赦免。上帝选民，咱伊毋知影上帝对咱的期待吗？但是因骄傲，也是讲因会使用真多的祭物来献给上帝，来收买上帝啊！他们盼望透过很多的献祭，大量的献祭，来除去他们的罪恶，当心得到上帝的祝福。其实咱人罪，咱人犯的罪，无法度用任何的方式来堵去。犹太这个国家最后的面目受掠，陷入伫黑暗的中间，是有原因的。
真正的原因就是伊毋是真心对心来敬拜耶和华上帝。今日的经文第6章第8节，咱足熟的一节经文，那是旧约圣经内底非常重要的一节的经文，咱做伙来读。咱看咱的手部吼，手部后壁面有咱的经文。弥迦6章第8节，咱做伙来读，请人啊！伊捌指示你什么是好，耶和华爱你什么，独独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三角行。人是受创造，当受创造的人去问上帝，上帝创造咱，我需要做什么口来满足你的时阵？这是一般民间宗教的思维。民间宗教更较夸张，就是你帮我达成愿望，我献什么给你？这嘛是在你讲，上帝，我需要做什么代志，才能满足你？这是完全是咱人的骄傲啊！显现，这世界是万物是上帝所创造的，伊是创造者。上帝哪会欠什么？咱人无法度为上帝做什么？上帝回答当然是伊拢无爱。弥迦书第6章第8节，或者讲是上帝透过旧约众先知，不断对陷入罪恶的以色列，对因呼吁爱悔改信仰的基础甲根本啊。人犯罪也有机会得到救，赦免是因为上帝的疼。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上帝嘛是愿意怜悯人的上帝啊。所以咱讲弥迦第6章第8节，会将完完全全展现出上帝疼世间人的宽恕啊。弥迦书6章8节是展现出上帝的本性，上帝的本性，这个本性，这个宽恕，诚做陷入黑暗中以色列这信仰团体救赎的光啊！上帝的本性诚做陷入罪恶的光，这是人的好消息。如果讲罪恶，互人陷入黑暗中，贪婪将人带离原本上帝创造的好。也是安尼，只有上帝本身有法度改变人安尼的困境。就是咱遇到即摆的新冠病毒，咱靠咱人无法度改变，无法度得到医治。咱即摆嘛毋知影，俄罗斯对乌克兰即个代志当时会结束，但是上帝有法度改变。只有上帝有法度，互咱人出黑暗，行入光明。而弥迦书第6章第8节，在读的时阵，咱毋知影大家发现到无？内底有出现真多的你。人啊，伊捌指示你什么是好，耶和华爱你是什么，独独爱你，甲你的上帝三角行。这个你其实是你讲咱，上帝用伊什么拢无爱，也无欠，伊独独爱咱这个人啊。上帝偌看重咱这个人啊，咱是照伊的形象创造的咱，赢过世上所有的物啊。上帝爱咱会知悔改，诚做的，不是成为。是咱这个人诚做一个行公义、心存怜悯的宽恕啊！公义是什么？上简单的，莫欺负人嘛。你俄罗斯为什么要欺负乌克兰？你莫人欺负嘛？要有公平嘛？马太福音书第6章第7节到12节安尼讲。咱人想要怎样款待人，咱就怎样款待人啦。真简单，
我们要怎么样？要人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就是要怎么样的对待人？这就是公义，真简单，这就是公义。公义是咱人甲人之间的基础，让它石头，这非常重要。有时咱讲看上司跟下属有公义无？有时无啥公义啊，看不出公义。学生跟老师嘛是同样，看不出公义。有公义的社会，咱人甲人彼此的关系自然就会好起来。牧师讲几个例吼，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连基本食衣住行，拢有真落差真大的社会，你感觉人甲人之间会无问题吗？当咱台湾即摆听讲宣布的钱，拢是伫20%的人的手中，贫富差距遮大，你感觉咱台湾会无问题吗？有钱犯法的人会使透过法律，透过任何的手段，唔能去关，安尼社会敢有和谐啊？当真侪人爱辛苦几十年，才买一栋厝的时阵。但是咱知影有一部分人，厝毋是你住，厝是你炒厝。咱听做炒菜、炒饭，即摆有你炒厝。听问，安尼社会敢有和谐？当俄罗斯随随便便就去攻击隔壁的乌克兰，造成死亡，也是安尼，咱全世界敢有和谐？一定是无的嘛。公义的另外一边就是审判。上帝一直对这个不公义的代志来审判。我头看咱家己，咱这个信用团队，当咱教会内底有真侪无公义的代志存在的时阵，咱敢有和谐？一定是无的嘛。咱看咱长老教会、总会、中会。甚至同会吵吵闹闹的时阵，就知影，因为是无公义里内底，当然嘛是吵吵闹闹。上帝爱咱行公义，心存怜悯。怜悯是你讲什么？这个怜悯，毋是你指一般的爱心、疼心，一般外口看的疼心，高调的爱心，毋是你讲这个。讲的是上帝甲咱人恩典的约定啊！咱人虽然常常会去杀上帝，但是上帝对咱的疼、对咱的怜悯，是怜悯咱的上帝。上帝疼咱是无条件的呀。虽然咱离开，但是上帝是坚定无改变的疼，你疼咱。这个怜悯是即款的疼。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上帝也期待咱伊的囝儿，咱这个信用团体，咱每一个人用伊疼咱的疼来疼咱的厝边啊，去疼，特别爱疼伫迄啊，伫苦难中的人啊。一块人因苦难因软弱，因需要互人去了解、关怀甲支持。当咱有心存怜悯的时，就是有上帝疼的时，会成做社会还边缘人，还弱势族群，因生存的欲望啊，毋是今仔咱好就好，你知毋知？你即个社会内底，啊有真侪无好的时阵，会应用在好的。因为好怜悯的心。会互一个人当心看到诚侪人的价值甲可贵。咱教会有真侪的时代，因久久无来教会。当咱一通电话，还是去遐探访，伊的心就感觉伊互上帝听到。当咱有怜悯的心，就互迄个较孤单的人有温暖。牧师下面嘛是共阮来讲例，但是要心存怜悯是非常的困难，
原因是什么？要付出。付出为什么困难？付出的时候，你予伊的时阵，你就无去啊咧。牧师即摆在正手边裤袋啊，有100块。等我这100块互潘哥的时阵，我就无去啊咧。潘哥，我100块互你食饭，但是我就家己无啊咧。人民是安尼咧，你予人的时候，你就变少咧。这几天，今年是台湾基督教会庆祝马偕来台湾北部宣教150周年。今仔日有2000多人，这阵伫和平运动馆伫做礼拜。马偕牧师为宣教、为台湾付出真多，无样讲。但牧师看到另外一面。当马偕对加拿大来台湾，咱讲前线咧打仗的时阵，伊的后勤的部队，加拿大的兄弟姊妹金钱的奉献、物资的补给，那是无够，伊要怎样打仗？如果也毋是加拿大迄兄弟姊妹的人民的心，咱敢有现在的台湾的教会呢？这个后面，佫看到啦，是耶稣基督，互加拿大迄兄弟姊妹因心存人民的心，愿意奉献，在因有诶摕淡薄仔，互马偕伫台湾做宣教，关心台湾的人，因从原本因有诶摕出去，也是安尼。咱就无法度看到即摆北部的台湾基督教会，甚至无看到马偕病院。咱来想看卖，马偕病院即摆也关门，你知影影响有偌大吗？咱有去马偕病院拢知影，迄病院若参菜市差不多，比菜市搁较闹热。我下马偕病院关的时阵，影响上大了，营营节你就影响到啊，你心脏都无法度跳啊。后壁面咱看到是上帝互遐兄弟姊妹有怜悯的心啊！这几年咱建成教会，上帝互咱看到咱肢体教会的需要，咱开放互真多的教会来募款。但是当咱唔开放时，咱就讲，哎哟，咱开放的时阵，咱家己就变少咧，咱就变少咧。2019年，咱就泰雅尔总会元春教会来募款。当第一场结束的时阵，洪义长老迄阵丢下讲，牧师第一场募款偌济的时阵，我知因讲的时阵，因的师母来遐哩哭，因欠缺，但是上帝互咱的人民的心去补因的不足的所在。2019年，咱互台南总会林森路教会来募款，因为教会本来是一家酒店，因为酒店收起来的时阵变成教会。20年过啊，地下室你漏水，咱还人民因补因的不足。2020年因为疫情大爆发，咱无互人来募款。2021年，屏东排湾族龙山教会对屏东来募款建堂，伊敲电话找牧师讲。伊北部的教会敲遮侪通，今仔两间愿意接来因来募款，因为大家心内拢啥？我互你，我都无够啊！咱若当牧师啊讲，恁起，恁早就讲起，阮搁订旅馆互你住，因惊，真惊吓，咱毋得遐骗咧，真惊吓。2021年，咱嘛互咱台北中会明志教会来建堂募款。2022年，就是顶礼拜，大家还阁有印象。顶礼拜228，咱真侪兄弟姊妹无来去旅游，还是无来吼。牧师真係真緊張，你都毋知。我今日祈禱，咱人因安尼，因要規教會。30幾個人自由纜車，5點半就起床離遐，6點就對遐來對南澳，
后来咱遮来募款，咱人遮少，感谢主，上帝嘛给你咱每一个咱兄弟姊妹有怜悯的心啊，嘛15万几。搁有一个姊妹，咱牧师要账户，伊家己汇给他。汇给他的时阵，伊才牧师讲，牧师歹势，我一站真歹过吼，比较少。但是牧师看，袂啊，袂较少啊。伊个不小心把余额遮住，我那个余额个比他奉献的还少咧。伊的疼心才够。上帝互咱有怜悯的心，咱对外口来奉献。啊是安尼，咱建成教会都会无够吗？无咧。咱每一年，咱会经常为咱教会需要拢伫心中，我们丰盛有余啊！弥迦书第6章第8节第3段，互咱看到更较大的愿望，迄个光显现，就是上帝爱互咱心存谦卑的心，甲上帝相甲行。谦卑这两个字吼，我去查过吼。叫做不高傲自大，叫做谦卑。外口大家拢咧讲谦卑，但是圣经内底对谦卑内底有更较深的意义是啥物？人知？爱较谨慎啊，要谨慎，谨慎啊，谨慎每一工甲上帝相甲行。什么人行伫什么人的边仔会足谨慎的？我问你，迄守卫、护卫行伫总统边仔会足紧张的，足谨慎的。哇，看边仔有人要。对不对？我看余祥徛伫文和警察边仔吼，拢足谨慎的。哇，咱保护因爸爸，甲因爸爸跋倒。啊，讲阮笑吼，咱弥迦第6章第8这3段是讲，咱甲上帝是咱爱谨慎伫上帝边仔做行，战战兢兢。因为真咱战战兢兢的时阵，咱看啥？咱袂记咱的身份啦。什么身份？无小心，咱嘛感觉咱是上帝，你敢知？当社会国家的乱，当教会乱，就是有一寡人感觉伊是上帝啊。当咱谨慎的时阵，咱会听上帝话，咱会顺服上帝。当管理财务的迄人，因谨慎甲上帝的时阵，就袂看到迄金钱的时阵有迄贪婪的心出现啦。因为上帝甲上帝会谨慎的时阵，上帝的光会照入咱的心内，咱有个敬畏，真正敬畏的心出现。当咱有敬畏的心出现的时候，咱自然而然咱就行公义，心存怜悯啊。所以这段经文是上重要，是第3节。有第3节的时候，才会行出来。如果无第3节行出来的公义甲怜悯，拢是傲慢的公义，高调的爱。阮接来恁来无看。兄弟姊妹，上帝宽恕的本性就是疼，只有耶稣基督伫十字架前面的疼，才有法度来医治、赦免咱的罪恶。上帝疼亲自来改变咱这个信仰的团体。咱建成教会有安尼的行动，是互上帝公义甲怜悯展现啊。我们是在回应上帝对我们这几年对我们的爱啊。最后，兰博书一开始所讲的，2020年的新冠病毒，咱讲不管世纪的黑死病，还是瘟疫，还是现在的战争，互咱惊吓，还是咱日常的时阵，咱有拄着身躯病痛，有真多的意外的发生临到，互咱真大的黑暗，互咱挡袂牢。甚至咱对未来失去愿望的时阵，看无迄个光的时阵，兄弟姊妹，要看到光真简单，怎样？当你伫房间黑暗的时阵，要看到光是怎样？
行出迄门就好啊。外口是光的，当你伫黑暗的内底，真简单，真简单的办法，你就是离开黑暗。离开黑暗什么？咱就爱悔改。当咱有悔改的心，咱越头行向上帝，行向耶稣，真正简单啊！呢，因为耶稣讲，伊就是光，行伫光的中间，就袂伫黑暗中。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阮先知米迦6章第80个话，搁一遍甲阮讲：上帝，你讲，人啊，我捌指示你，什么是好？耶和华听你是什么？独独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相甲行。愿上帝话，愿信心的大开力，愿上帝话，成做咱头前跑走的光。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圣名来求，阿门。回应诗，信诗313首，信诗313首，救主耶稣我日子，请起立。请坐，奉献，请书献的同工。
请起立。请坐。公道，那请咱来掀开主部的内页。咱来为着遗体，咧调用的陈金子、刘慧英、陈王兰、陈丽水、卢雪英、洪甘之、石玲玲、林旭月、陈美芝、谢丽慧、刘慧忠、赖胜雄、张惠良、陈秀荣、胡艺梅、杜昭、林以诺、林朝泰，还有在化疗中的陈义丽，坐月子的罗心如，在复健中的陈昭明、汪世军、张昭明、张美美，洪千惠父亲暨牧师张凯慧，术后疗养的萧福元、石凯华，我们为他们的身体病痛在调养中的来代祷。第二，我们也为在这次俄乌战争中求主来安慰忧伤失丧的人。我们也为了本土的疫情以及全球的疫情，求主赐下医治平安在大家的心中。我们让同心来祈祷。伊伫头榜安慰人的上帝，阮有声无声的祈祷，你拢听见。规日死落极大的拯救，甲伊伫阮身躯病痛的兄弟姊妹心上，软弱的你将性命的道路指示因，欠亏的你满足因。也求主怜悯伫即摆乌俄战争中所有的百姓，愿和平的疼伫人的心中。我嘛要用你教示阮的主祷文三教祈祷，愿伫天立爸，愿你的名神，你的高领教，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止。阿门。
报告，咱做伙来看教会消息。第一个那个教会奖学金已经开始接受申请，我们预定是3月13号会来颁发。那因为有做调整，所以内容详情请参阅楼下公布栏。申请到今天截止了。还有大家有小朋友的，赶快来帮他们申请。我们来看第二，社区银华族的好厝边要来开课啊，那请来为着迄个课程会当顺利的进行来带导，以及为参与的志工来带导。第三，3月19下晡2点要召开小会，下晡4点要召开种植会，请中职来注意一下。第四，请各团体的会长，3月19号爱来提交第2季的团体活动活塞的排班表，互干事来会诊。咱来看团体的消息。第一，3月18号上午10点，双联团体的聚会。主理是伊个牧师。第二，4月23号，双联团体退休会伫咧新竹公园。很多，还有动物园、老街、核心车站，还有漫画馆的旅游，很丰富。费用是1200块请伫咧柜台来登记。奉献的免税请大家来看，若是有要登记修正的，我们来向那个干事来出纳来跟他们讲。牧师小补充者吼，咱先欢迎陈德兰牧师夫妇在咱伫咱中间做伙做礼拜，请起立者，阮大家在哩拍鼓者来。咱无咱牧师是我新学生第3年是实习的时阵，因的教会有真侪指导甲宽免第二咱爱餐希望是会使尽量大家留来食是因为惊疫情的关系，大家在带走名个。爱餐真重要就是互相透过爱餐，大家来关心，迄嘛是新存人民的一款的典现咱第二个，咱看咱社区的好厝边。真侪长辈拢足期待，迄嘛是咱对社区做心存人民的典现，就是讲，因为做这个社区好厝边，咱讲的真忝，有志工嘛知影，对那个敬会长老安尼爱安排真侪物件，甲咱教会，咱爱准备真侪，咱有真侪无方便，咱嘛愿意咱因为咱的无方便，但是互真侪社区的长辈因得到温暖。另外一个就是为了今夜教会奉献的金额大家看者迄天迄个传道甲我讲，一节哥咱迄天的奉献15万几，就是因教会咱这边的奉献是因教会半年较有的效目。牧师嘛听真感动，嘛是对医生激励所以。咱嘛先荣耀拢归互咱的上帝对咱建成的听以上。上音信息515首，信息515首，至心天父，阮感谢你，请起立。心内最后的黎明。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帮助较扶持，甲咱众人同在，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绝。阿门。请坐。未倒闭会。